大家好，我係黃國基老師。大家平日喺屋企會做啲咩嘢啊？玩玩具、玩 iPad 定係睇書啊？我最近鍾意咗玩遊戲。玩咩遊戲？玩邏輯遊戲，已經完成咗10條題目啦，仲有290條題目。如果你都想玩遊戲，可以試下玩數學遊戲。睇呢本書《300個聯想破解遊戲》，佢有300個唔同類型嘅邏輯推理遊戲，透過唔同嘅故事發現問題，尋找線索，揾出答案，可以令到你嘅大腦越玩越聰明，你亦都會越玩越上癮，會覺得數學係非常有趣。呢本書仲有好多考你想像力、記憶力同埋思考力嘅問題，非常有挑戰性，可以自己動腦筋，或者邀請同學同埋家長一齊破解遊戲。有一條有趣嘅問題想同同學一起解決，請準備紙筆，細心觀察題目，然後回答問題。圍圍村有4個候選人參選村長，分別係嘉嘉、文文、君君同埋芳芳。4位候選人總得票數係5219票，最後嘉嘉當選，文文輸咗22票，君君輸咗30票，芳芳輸咗73票。問題係佢哋每人所得嘅票數係幾多票呢？俾30秒鐘大家思考個問題。係咪想知道答案呢？快啲到圖書館借呢本書睇啦！300個聯想破解遊戲。拜拜。